大家好啊！Lulu Channel 喺今日2025年5月20號星期二，繼續同大家26個成交個案分享。今次我哋就會睇大圍區嘅津岸8號。沙田大圍嘅二手市場喺今年仍然活躍，但係市場情況有所變化。近期大圍嘅柏傲莊二手成交就顯示有部分業主選擇減價出售，例如柏傲莊就有一個高層兩房單位5年之間貶值咗16%。就以980萬易手，另外一個三房單位減價都超過一球，最終成交價就係1995萬，尺價23,064蚊。市場整體成交量都有所下降。至於大圍同埋沙田區喺4月份錄得有77宗買賣，按月就下跌38%，都接近40%，顯示買家對於二手市場嘅興趣有所減弱。但係呢，有部分換樓客仍然積極入市，尤其係交通便利、質素高嘅單位，仍然都受到追捧。未入正題之前，先同大家做個小呼籲，希望大家能夠免費訂閱個頻道，俾多啲支持 Lulu Channel 持續發展。喺內容方面，包括咗有經濟、地產、文化、健康、飲食。另外，我已經開通咗 Super Fans，希望大家可以Buy Me a Coffee 作為鼓勵。另外，如果你見到喺我嘅 YouTube 有廣告，亦希望大家幫忙睇咗佢作為支持啊。津岸8號就位於大圍車公廟路8號，發展商係新世界，入伙日期係2012年9月開始。津岸8號總共有4座住宅大樓，呈現 V 型嘅佈局，1、2座同埋3、5座各自組成一對建築群，提供981個單位，就以3房同埋4房嘅單位為主。實用面積就由506至到大單位2389平方尺。於景觀方面就以會所園林泳池同埋園藝花園景，但係亦都同時會望到屋苑外圍嘅秦石村公屋景。津岸8號嘅交通都便利，鄰近就有港鐵嘅車公廟站。至於3樓平台就設置專用天橋，直達港鐵嘅車公廟站月台。出口係港鐵首個由車站連接住宅平台嘅入口，因為都係可以用到八達通讀卡 K， 只要你能夠係登記咗就可以好方便出入。美聯物業陳國強表示，成交單位就係指津岸8號3座高層 B 室，實用面積934平方尺，係個3房套連工人套房嘅設計單位。坐擁沙田城門河景同埋文化博物館全景。原業主長居海外，上述單位放盤1個月，最初叫價1790萬，而且物業已經交吉，又能夠提供鎖匙被睇樓，所以得到同區客問訊。上述嘅移民盤經過買賣雙方議價後，累減咗270萬，都接近3球。最終成交價就係1520萬，計翻折合尺價16274蚊。原業主喺2012年9月以1110萬購入上述單位，計數持貨13年嘅物業，為原業主帶嚟帳面利潤410萬，呢個單位都升值咗37%。同期都錄得有租賃成交，單位就係3座高層衣室嘅2房梗廚單位，實用面積510平方尺，得到同區租客承接，就係以25,000蚊租出，實用尺租49蚊一。根據土地註冊處嘅資料顯示，津岸8號對上一宗成交單位就係5座中層 A 室，實用面積1168平方尺。就以1900萬賣走，計數之下，尺價就係16,267蚊。啱啱同大家睇嘅就係一個套3房嘅移民盤，為原業主帶嚟410萬嘅帳面利潤，係一個開心嘅獲利成交。大家分享嘅津岸8號一個低層3房單位，又係持貨13年，今次原業主大獲帳利接近5球。成交單位就指津岸8號1座低層 D 室，實用面積720平方尺，係個3房嘅間隔單位。上述單位原業主以1200萬放盤之後，吸引到家庭客洽詢，買賣雙方議價之後，微微調整價，最終就以1181萬承接。
實用尺價16,403蚊。原業主就喺2012年以大概690萬購入呢個3房單位，持貨13年，而家轉售帳面就大獲利，超過490萬，單位就升值咗超過70%，喺持貨13年，帳面獲利超過490萬啦。大家分享嘅2個津岸8號單位，帳面獲利都超過4球。放返喺個二手物業市場 ，Lolo Channel 又同大家揾到啲資料睇睇啦。大圍金獅花園一個270平方尺嘅2房單位，而家放盤價288萬。至於月租大概呢，就係11,500蚊，回報都有4厘7。至於粉嶺嘅碧湖花園400平方尺嘅單位，而家就係以350萬放盤，月租都有12,300蚊，回報就有4.2厘。至於屯門大興花園一個447平方尺2房單位，放盤價357萬，月租11,800蚊，回報就有3.9厘。至於屯門市廣場一個325平方尺2房單位，放盤價3球都唔使，月租12,500蚊，回報有5.2厘。真係放喺嗰個物業市場嗰度，可能真係比一路減息之下嘅定存更好啊！接住 Lolo Channel 就同大家跳出香港，因為喺香港揸住4球，真係好多嘅二手物業可以選擇。根據 Rightmove 最新嘅數據，今年4月份英國樓市再次升溫，創歷史嘅新高，較上年同期亦都升值咗1.3%。同香港比，香港就啱啱相反，自2021年起去到而家，樓價都累跌咗差唔多30%啦。英國原來同上年比就升值咗1.3%。至於英格蘭中部、北部、蘇格蘭同埋威爾斯嘅樓價亦都創新高。Rightmove 嘅地產專家 Kelly 表示，儘管市場供應充足，但買家嘅數量同步上升，代表市場活力依然強勁。Property Mark 嘅行政總裁 Nathan Emerson 就表示，呢啲數據突顯咗人對於英國樓市持續嘅信心。英國政府已經承諾喺未來5年會加建150萬套嘅住房，供應多，但係需求都唔少啊。伯明翰 Birmingham 就係僅次於倫敦嘅英國第2大國際化大城市，人口同埋面積僅次於倫敦，地處英格蘭嘅中部。喺倫敦至到利物浦嘅鐵路幹線之上，交通四通八達。近年發展亦都快速。喺上年，伯明翰嘅樓價上升咗4.8%，預計今年會再升多3%。伯明翰嘅租金回報亦都理想，平均就有4.5至到5.5厘。自住同埋投資亦都係一個好選擇。揸住4球可以買到一個新嘅細價單位，又或者可以買到個二手嘅2房單位。咁如果跳出香港，Lolo Channel 就同大家睇下伯明翰啦。一個3房3廳嘅獨立屋，而家呢就係395000鎊，實用面積都有1328平方尺。至於一個4房半獨立屋，已經擁有嘅就係3個雙人房同埋1個單人房，面積都有1247平方尺，而家只係賣39萬鎊，即係400萬到嘅港幣。至於如果要買一個伯明翰3房嘅排屋，都唔使40萬鎊，即係換言之，400萬喺英國就已經買到一個過千尺嘅大屋啦。希望大家對於 Lolo Channel 今次分享津岸8號呢個成交個案點讚、留言同埋分享，亦都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Lolo Channel 持續發展。Buy me a coffee，另外有多啲動力去揾唔同嘅話題啊！今次分享到而家啦，拜拜。